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嘅。大家有睇看诗读诗冇？诗嘅诗大家有啲會講少嗬，如冇嘛最字。古時候呢，唔看到嘅一段段呢，亦按到嘅詩當中，亦按到嘅記憶當中。如果啲講，哎呀，啲嗰種有韓國多嘅畫面，韓國多嘅想象，韓國多嘅節學。我哋今日呢，都有請到我哋六隊出身自竹田嘅名詩人屠有聰先生來同我哋分享伊嘅新書。屠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屠有聰。屠先生先恭喜你哦，出嚟新嘅書哦，詩集吧吼，係一個名叫做《南方異鄉的詩歌》，南方異鄉嘅詩歌。一個寫嘅隻詩啊，我讀書過後都冇看到嘅咧。誒，侬會按到也按貼喺啲名嘅啊？哦，因為寫作嘅時節吼，係即個感覺啦。尤其寫詩嘅時候，嗰種樂同樣嘅，常常處於一種亢奮的狀態，因為講係文思泉湧哦，就好像被那個繆斯附身一樣啊。咁繆斯話係希臘的女神嘛，9個女神，一點掌管呢科學藝術同詩歌嘛，當然係希臘呀，哦，我都想到誒，故事係有啲行業，按照詩啊，都寫啊，亦都他們口中常常念念有詞，為人家消災解厄，還有祈福吧，同時還有一種娛樂的效果。我就把自己當作以詩者自居啦。剛才寫內容呢，大部分以六隊提防，一本書大部分以六隊提防為中心啦。這種充滿了南方意象嘛，嗰種我都兩個加起來都南方意象的詩歌安尼啦。一本書係花1久嘅時間寫咧。我一本書，他花2個啦，主要係我參加邱日廷小誌啦，也係嗰年強嘅新銳導演。2019嘅時節吼，伊主持兩個計劃啦，伊都很多花甲故事旅人啦，有訓練六隊提防嘅60歲以上嘅鄉親啊，講伊哋頭擺故事，哦，都出去群人交換故事啊，伊個咧。養老院啊，某啲偏鄉小學啦，聽嘅計劃都很多。當花甲遇到花樣啦，花甲都60歲咩哈？花樣嘅話都當然都好上嘅，有兩個結合起來演一部戲啦。咁樣根本係露頭擺啦。如果你係參加呢發通時間呢，有幾多嘅感想啦，有幾多嘅感通啦，如果發表嘅來啊，跟群組嘅夥伴分享咩？係可能嗰度應該希望啦，做翻單你出錢嘅單位又該希望啦。我哋辦裝亦都曾喜成啊，伊啲文學教書啊，咁而看講我以前嘅作品啊，係講啲作品都有關於嘅六隊提防嘅詩，如果加一點絲路行腳，如果詩因為小眾文學嘛，嗰度有多人嘅接觸度蠻高，你講把那個詩加上一些注解啦，安尼話吼，你讀起來會個貼近啊詩嘅嗰種意象啊，都啱呢，都嗰種頭先講嗰個參加發通咧，特別加上以前我寫過作品，加上一些絲路行腳都組合起來，出了一本書啊。主要都係一當中都係我哋六隊嘅有關嘅很多事情嘅觀察，安尼。第一個部分係南方嘅四季嘅土創，係咪？有關我哋呢季節嘅。也南部人有嘅，從5月嚟講，反正人家講5月寫都講北部嘅有同化咩嗬？但係南部3月都有嘅啊。睇咧也單元裡頭係嘅，說睇書都按到大武山路的新嫁娘了，下路我哋南方啊，路大武山富村那個沿山公路富村啊，嗰度3、4日可以講嘅有同化。我都以前嗰種入個人就可以鉗住一個姥姥啊，做乜都形容神咯，民族嘅啊，咁當然我哋詩人都有想象裡面嘅。可能係女巫啊，部落裡面的女巫作嘅，你怎麼會作形容神咯？佢要加本慢咯，
啊，你想啊，你是引申为生态的问题啊，伊可能加份云豹，吼，云豹咱爱人品种油啊，去油的啊，吼，有到3月都开花，14月都开花没吼，盛开啊。云豹呢？云豹已经绝种了，等于讲伊没落功的啊，变不点的失心疯的，嗰种明年的新年都会造成新样啥，嗰种也素食伫对吼，有几多安尼。有提到生态啦，因为传说路本个黑鸢啊，黑鸢路的妖婆咩，妖婆有位绝迹去台湾没有咧扑个天样老鹰想飞咩，去调查结果好像损300人张咩，去嗰种基隆的品种能够多一些啦，如所以素食呢，充满了一种神秘的那种部落传说啦，伊特别那个生态啦，伊特别有那南方特殊的那种美，所以我就写野素食得到较易去主办啦，只有副刊特别嘅印科文学，对全国征20首，也是20行左右的课以桐油腰花是以这个主题的，也是得到也奖啦。也书呢，也很荣幸啊，本给国立嘅勤益大学啊，它列为旅游文学的教材啦。搞个荣幸。听起来你感觉嗰间呢，佢有童话故事嘅感觉，嗰种即个神秘的力量，创立的，完全即个想象的啦。古种你是旁一类，老师吐一下冇？吐一下，买一下啊！嗰种嘅堂吐个，都剃树，係咪？剃树係咪？梁山瀑布，才喝了2口春雨，便急着吆喝起油桐花，为4月的大武山路裁剪婚纱。4月的大武山路是娇羞的新嫁娘，五色鸟衔来朝霞，为她戴凤冠。腼腆的新娘捧着被春风偷偷下蛊的诗意花束，幸福的多像山头桐花，香氛欲罢罗成的白云，恬静的多像桐花狂草后空灵的山径。黑鸢一往如流言蒸腾的蓝烟深处，囫囵吞下一则谣言。听说4月的大武山路是失心疯的女巫被云豹悔婚后，年年4月，4月年年披嫁赏。神奇哦！你贴片的时候，家也不用去剃树，先生应该咩喜满意呀树。你用你最满意的东西应该要把它写出来，所以你按照要求啦。最满意的就係下一樹啦，亞樹就算還算喜滿意安尼。我最喜歡就是講我在歡迎有可能會讀到也一推太學生，因為104年都不是收錄了嘛，一推一年那個行程可能當然南部也有暗講的地方，有暗美麗的傳說那種地方將屏東的美好的山水呢介紹出去，我下東西本閱讀也是一種幸福啦。家體部分有幾多安尼，先生看到四季的安尼變化啊，有幾多嘅感觸啊？家多聽呢隻部分咯。我聽呢隻部分都講韻界的意思都含蓄啊，韻界的6堆人文歷史啊，應該寫主題都安尼啦。按那個講法比如中堆竹田人咩，有啲茶站都那個竹田驿站啊，本來會廢的呢，全佢都存咗30個木造嘅，但是因為地方人士的文化意識抬頭，能保留下來咩火柴對我來講都幾有意義啊！我講沒有寫，因為我哋這時候上下課一天會經過一火柴站尤其晚上小學生那些嗰調皮啊，會行去鐵道啊，會路卡喺有檔嘅過長嘅會標個鐵軌等個火柴交過去
压那个迄个边边呢，你可以做铅笔刀啊。哦，嘿哦，啊，各种叶呢，你去火车站那个上学呢，尤其冬天也有起雾的时间，安尼有哈气啊，安尼咱过小暖啊，那种意象也很美啊。因为那个雾锁车站的时候会亮的灯都是那些信号灯啊，紫色、红色，那给我来讲的话，他也在教我写诗啊，那种东西。第三个我对昨天结婚伊个办的那小主意迄个呢，等于讲我跪路卡，没有跪条轮一天也会经过呀火车站呢，安尼，所以火车站对我来讲好像永远不会凋零的一个乡愁样。你看到如果想到以前头白啊，讲来写呀属实，如果想到这个头白的事情，因为现在因为夏天夜，没什么事，有时伊个中国都发臭，嗰明显的有，嗰哪位有的嗰明显的如果伊阿伯热啊，黄色的风，嗰种跟风铃样的，我你去因为去有17、18、6个12，你讲呀阿伯热嗰种招魂的个饭啊，像我的童年招魂啊，你看呢，可以朦胧之中看那铁路个远方啊，那个朦朦胧胧，嗰种我的童年啊，这身影的嗰种往我的方向用跑的过来，很欢喜，载心载奔的恐来拥抱。但是我想看清楚了，它又随着那个时间的轻轨啊，又这个闽南戏。最后一个给我刺激最大的，它变成一个观光景点了呀。我就每天我来打卡。有时四阿哥四阿妹咧，一来天咧都自拍啊。但是伊没想到伊个实景体验的话，看到那画面更加的感伤啊！对我来讲是一个车站，是我成长的过程陪伴我过一朵记忆的地方哈。尤其给亲朋好友来给去茶站对我来讲它是相见欢，伤别离的也是一个场景的一个场域，但是对你们来讲变成打卡景点嘛嘞。观众朋友听的会跟我讲，私人體質都冇咁樣，人哋嗰種嗰下嘅茶站，結果伊可以看到上多很多事情咧，人哋聊一下聽到佢到節目嘅現場，過來唱一個屠呦琮先生來講伊嘅詩同伊嘅故事。歡迎回到福喜來嘅，我哋今日有請到詩人屠呦琮先生來紹介一個新的詩集，很多南方意象嘅詩歌，南方意象的詩歌，好多屠先生沒有同我哋紹介頭前兩個部分嗬。講故事幾好聽咧，幾上一本嘢，我相信觀眾朋友們係聽講嘅故事會幾上一看，最尾嘅詩寫作用咧，咁第三個部分係乜嘅？第三個部分人倫秋千啊，講嘅啊，人倫啊，因為思念親人也隨着季節啦，或者是有時候睹物思情，會高低起伏，或者你情緒每天也會多多少少有個起伏嘛。尤其像你的父母都不在了，有時候會特別的某一種外在的因素會讓你想起啦。我也想到阿爸也心裡面我覺得提出來一個也是介紹一下屬於阿爸的鐵牛，阿爸鐵牛啦。以前都看過苦啊，普遍的現象啦。冬至夜晚上都冇人班都可以吃到，比如阿爸躺喺機場講啊，嚟買鐵牛嚟佢耕田的話，應該會賺幾多錢。如果上嘅我都靠水牛買的，因為退款嚟買呀鐵牛，佢也會飆日飆呀，有時候我哋做學生嘅時候考試也會熬夜咩讀書，就躺到佢我都靠鐵牛嘅佢村外乒乒乓乓嘅上夜。咁阿爸唔單止講我哋鄉鄉村鄉嘅田有咩甚至一台田有咩40多米農
虽然嘛适合到园林的个园林嘅，你想看呢？个天园嘅噪音很大，伊那边个时速能30人，因为写唔到时速，伊死安然的，哦，伊如果呢对路卡呢，请大标出来，哦，嗰种天气也改善的啦，佢啲天空也改，西东哈也改降咁嘅啦，哦，所以吼，佢下慢慢的人意思也有呀，噶农村的一种生态也改变，你看我们食我中头诶，变成种槟榔呀，嗰种嘅天园几乎来讲啊，都无用武之地样嘅呀，讲阿爸咩，你比方上个行，有时比方佢嘅槟榔人呢，有说种出嘢咩佢即个大一田哎呀，咪啊看到那古个名，嗰种画面本来嗰度。感通咁樣感激啊！啲係也天佑對我嚟講啊，啲老戰友用嘅3等，但係每個人用唔買嘅呢，要遲不買，講嚟下也數時，嘅話，上陣日嚟完困嘅得到奧林匹克殘障奧運金牌嘅鋼琴家李尚軒啊，屏東文化處也有向屏東嘅市民啊。佢呀鋼琴家配合伊的彈鋼琴嘅咧，俺都先俺本個文化處邀請嘛，講俺樣把天佑。咁一下即日起啦，到4月30號，屏東嘅總圖書館啊，有個屏東詩展啊，情詩展啊，都對故鄉哈，對情人還有朋友啦哈，寫的深情之書。我也被展出2首詩啊，其中阿爸天佑也有也被也展覽出來。哦，係哦，該圖本眼嚟睇喎。好啊，我飲兩桶好啊，好啊。哦，那年干瘦的父親像秋天的苦楝樹，泥濘的明天如田埂般窄小蜿蜒。雲一常跑到水田央，水墨父親的愁容，如老姑時的日子。常被狂潮拍岸般的命運磨出歲月的膽汁。碗裡沒有湯圓的冬至，賣水牛買鐵牛，卻成了父親晾乾明天的最後一把壓軸。初春的清晨，額上綴着紅綾的鐵牛，渾身泛着精進的冷光，崩天裂地的引擎，把原本貧血的五桂堂亢奮成高血壓，然後呢，冇怪我頭一條吼，如係人講講，佢奇妙，如係萬世有按多嘅畫面，如係係佢有影響嘅吼。對嗰度萬世時節嘅事情，影響如係佢個存嘅吼。你佢上下成不嚟30年啦。呀，因為辦咗籌住又。讀下嚟講，有啲特別嗰種也甚是會回顧上來。也個部分人倫秋千，還有乜個故事兒童人的分享嘛？你講講，還係俺會進到第4集。哦，第4集嘅話，錄到傑家的極光片語，傑家是幹辣的，有沒有？你平時有什麼極光片語？有什麼靈感啊？寫下來，可能等於說。結疤了一樣哈，也留下了一些痕跡嘛，以前你感動的痕跡啊，也來講話我挑一首詩來講，叫做當選與落選，當選和落選啊，因為台灣有個很貴熱衷獻祭啊，一般獻祭的時間都鑼鼓喧天的鞭炮乒乒乓乓哦，造勢活動也咩一樣，人山人海啊，嗰種要會看啊，當選人呢，意氣風發，當選人啊，我發覺他們好像有啲細胞每一個都很肥大，好樣落選人啊，很高雄樣，佢落寞啊，剛才因為個參選過3屆屏東縣議員啦，前2屆話拜T3股票，T1拜話嗰種T股票東西，咁講係做咗落台一定要聽書啊，嗰種係看到嗰度啊，當選伊嘅發刊呢對佢係都卡擺到嘅建議看唔到，
去变鹅去钓去躺下，根本无地方好钓。我觉第三届愈讲无仙多呀，无仙多的话，一夕之间个反差就全清态。哦，因为他们经济方面也会产生很大的危机啊，甚至家人有的也会受到牵连啊。啊，从哪国安尼过多啊？那你可以政治看，就是这种也可能过多呀，因为透过我哥哥的关系啊，因为因是个都给深圳引入的，没看到有点风光的动线的一面，没看到有点落线的一面，对呀。讲来如对讲来，我是对选举方面来讲的话，算是归贴切，接地气的观察啦。所以我就把我的诗当做我的摄影机啊，就让你真实把它拍下来啊。如果你看到讲亚里士多德跟希腊哲学家里面讲呢，有的诗比历史还真实啊。一讲如果你普遍现象啊，就是真理的真实啊，或现象的真实比原事件的真实还真实啊！各种相多，也介绍也本观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读我，因为第二书是嗰时候先结史嗰时候已经写啦，唔讲因为唔好写呢啊，因为时间太不能高，太好高速嗰大啊，复杂连对啊呢。大部分时间唔会按群呢去观察到献祭安尼嘅事情啊，拄好唔有安尼嘅经验，马来西亚也懂。如果看那是安尼嘅献祭，人讲过复杂的事情哈，有安尼落差很大的事情哈，10年的目主头都看出来我很有咧。如像讲嘅嗰种阴阳记安尼哈，也系睇细细，如果唔过到嗰种激光片语，看到嘅东西，嗰种摄影机都睇翕下来，都挺唔熟咯。挺唔熟的话，如讲当花甲故事旅人遇到花样青年要区别的话，主要大概只有3首诗而已了。但是后面有一个报道文学，给他归长的散文，下他们将近有5000字了整个完整的记录，给花甲故事旅人讲故事我想真的给安养院啊，某种偏向小学的声音呢，其实搞完故事的时间，给做嘛，详实的记录下来了。但是我要单元里面来讲的，如介绍的如汉典，很小的很点嘛，主要来讲，生命的演化进化一定要靠突变，基因突变的。当然没有里面讲，cái文化要传承，要发扬光大啊，一定要有人传承啊。咁到慢慢传承，都老批的啊，传承慢慢的传承的经验咩，传承一的智慧咩。咁还有啥呢？也要勇于承担啊。勇于承担的话，就要发挥一点的创意啊，特别一点的热情。伊讲老批跟小批，汉典啊，严起来。从电塔用的，冇可能一支贴在那里重做贴啊，这样慢慢的累积啊，慢慢的组合起来，安尼啊，就像水果用的咩？水果因为经过嫁接以后，它品种都大大的改良咩？甜度也好，搞个甜，如果安尼啊，你想讲，也跟个花甲相处的时间，我都有安尼。启蒙啊，还有那种期待，就写一下书诗，鼓励他干的啦。感觉哈，先生对一开始有讲到嘅，参加一个高温故事，那个里面做舞台剧嘅歌唱，感触真经过多哈。原来大家了一下听，个继续听涂先生来讲，伊也团故事嘅感觉还有过多可以同大家分享嘅。我想回到福喜来嘅今年呢，诗人涂耀聪先生同我哋分享伊嘅新书是呢实习能够南方意象嘅写歌头多呢涂先生有讲到我出一本书，其实有几大部分系2019年参加伊个
嗰貼拍的伊的案呢，伊的发通吼，如係當花甲故事旅人遇見花樣青年，一開始呢係故事的搞翻，呢去講呢童年故事，啊裡面呢變做舞台劇，我相信也個對一天人有機會做戲做舞台劇，佢嘅經驗會係非常貼拍的。韓國唔是講呢有同人搞翻故事，也個經驗唔做得同人多分享一些嘛。哦，安尼吼。我也經驗來講吼，禮拜我出任務都去屏東縣啦。我講迄個好啦，天咧我第三都去到衛福部嘅個安養院啦。安尼去安尼去搞完故事，安尼講客家故事嘛。但是我看伊啲反應幾好呢，安尼佢清幽啊。個地度嘅組成分子啊，看伊就幾，你我講咯，幾複雜樣啊。有七羅一百空三色。有到咩，我看咩冇度色，可能有時咧安尼樣嘅。我講搞到迄個組成的分子。幾貼片的，來看看那十四柱，我看，沒有一條梁柱叫做血緣啊，某一塊磚瓦很多親情，等於嗰種重新起啊吼，跟培養皿一樣，因為創民激進呢，吼，跟培養皿呢，重新這樣培養嗰個親情樣誒。講係都想啊，佢有感動，就下一首詩都被家退租的人，退租的啊，怎麼退租呢？天咧身體冇那麼來安的地方，天咧你經濟弱勢的人那麼來安的地方，可能衛福部過便宜些公家單位，去年還沒看到個龍應台有下個暢銷小說《大武山下》，因為提到養老院的問題，其中最深刻一句，一講如果死亡啊也是有階級的，如果講經濟上弱勢的，或者親情上弱勢的人，最後可能會變成被家退租的人。我沒想過永遠我沒可能會來呀，都有嗰度安尼感覺，就下被家退租的人。如果講起到可能一擺出任務，如有幾多嘅感觸，看到幾多可能以前還唔是看到嘅，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如果有幾多觀察。以前也看，也當然跟養老院那地方也不一樣，但是時間冇大咁久，我冇係其他的交流，非常多啲呢，裡面的比較細微的細節地方。咁佢用一個經驗係有乜嘅？還有像有擺好我哋以南頭嘅中寮啊，中寮921重災區啊，我哋依個村莊嗰個楊長啊等啊。村莊的廖正義啊，以創辦了一個叫龍眼林那個福利協會，他是一個外號，內褲村長。什麼是內褲村長？因為921啊，台體統一啊，伊連三步來唔得錯啊，作對個水庫嘅都旁門，就26條人命。受到村民的嗰尊敬啊，都遷移到村莊嘅，伊也看到嗰度啊，因為災禍啊，嗰度啊呢。孤零零的個老人家，因為嗰度傷亡嘛，因為咩後生嗰度被土石流冇得不能去搞個砍死嘅，都創辦了一個協會，龍眼裡面都當地有生產嘅梨子、牛奶呢，特別個洛神花就得，都7-8年村民嚟做呢產業，賺咗錢呢都做送餐的活動，送便當啊，伊個村鄉冇乜個店面，老人家有時沒冇安尼能力出來買東西，都送當主的可能按不條，20人也冇點過，總共送了200人份，用200萬份以上，那個我聽起來真的是很感動，最主要還有啊，伊個活動中心啊70歲以上的老人家白天怕他們無聊孤單啊，有會去合也得要活動中心安排課程俾人上，有時特別請醫生，特別個醫療團隊嘅義診，跟因為我哋去
表演伊个分享故事伊个，来表演咧节目录很多表演下嘛，哎啦，表演下童言故事哎。可能表演他太投入，感觉到有人讲诗人的心里面住了一个小孩嘛。我好像我那个童年那个小孩跑出来，我就觉得我好年轻，我好像回到童年时代。但是我看到下面的那个70岁，其实我60岁，他70岁，我们也差唔多歲啊，係嘛？他話講伊阿條坐起啊，真實的老人家。剛才呢，我嗰種啊，做這個諾亞方舟啊，然後逃離那個老境。老的那个窘境，我觉得退休又按过按的身份，嗰種我偷窃了他们的幸福，我有这种感受。係啊。而且天站來啊，總有一樣嘅旅遊呢，親感觸，感觸很多米站旅遊過程咩感觸咧？第三呢，沒印象過什麼的去到古坑啦。古坑嘅個良子庇護所，一個專門收容嘅中度跟重度嘅智障嘅後生嘅，搞一點種菜、學雞鴨，過來就做一些農產品，像餅乾啊，什麼洛神花茶這類的，按的話一來可以養活他們自己。天野解決家庭的問題，唔是講大家企度卡，睇人才摸頭去做事啊。第三面呢，社會機構也唔是收容的啦，因為有樣的團體，發行的團體語言。今日我哋去有啲小阿妹嘅名牌嗰個小林，一路跑去紅梨茶幫人哋食，有啲介紹嘢嘅主持人介紹嘢講裡面有眼網呢，盲眼網咯。伊講能看養牙齒，我一看看牙爬喎。伊講養眼網都講伊補牙齒啦。補牙齒做乜呢？因為一定也機構也幾好，有時會帶一點戶外教學，因為有一個特別。伊講伊要想打扮得漂漂亮亮，將來家人，我糖豆油，裡面也個泡個紅梨茶。內心一股暖流，很溫馨就覺得鳥人他也有他的向往，他的渴望喝下去以後看諾貝公已經開始飄雨了，但是我眼睛出現一道彩虹天空如然呢，第三個地方如然的感動。哇！真見時常去到那一地方旅遊時候下咧旅遊嗰度嘅感觸所以我們對靈感來講的話是沒有這樣的。下發路一天有啊。如果明日看到有很多人啊事情安尼發生啊。環境的變化沙飛斯坎啊，無論你隨便那一啲。買個獎券在外面有寫，可能你有感觸。都很有所感很容易，很敏銳啊對啊，你講。可能要提升你但是寫作也是有時候也是蠻辛苦的。有時候有一陣子我寫的也是有那個頸椎出問題啊。沒有，你還用筆寫？還有用打詩一聽哪一習慣都先下草稿還用下下潦草，或是說下不是很完整都沒關係，最後就是打緊修改不過一開始草稿還係用書手工業老師要本實習咩？嗰貼係還有一啲絲路行腳。絲路行腳，有啲絲路行腳，也係用嚟嘅計劃上講，去俾大家看下個了解，還係有乜嘅想法。因為我看到袁浩文有一個評嘅詩也有講到李商隱嘅詩啊，好朦朧，好冇乜了解。佢講他感覺講點乜嘢？李商隱嘅詩幾好，但是獨恨無人作正緘啊，就是模擬下呢從。漢朝嘅鄭玄為那個《詩經》做注解因為痛失剛才說貼心一點給曾教授建議你的詩後背寫一下絲路行腳，介紹一首詩用但是呢，他心路歷程介紹出來
让那个读者能够比较贴近亚首诗所要表达的意涵啦。你像先生基本安尼同人讲安尼故事吼，安尼如果看的诗，一听如果有韩国多的感触，好先生对你还有计划哈？你想讲对写诗有乜嘅计划？我以前在文学作品也得到嘅有个前辈叫雅璇啊，伊的勉励来讲写作人就要像雅史记录游记啦，既然被目为一条河总要继续流下去的。那不，你讲来诗意，刚才讲一条河流有没？流满另外一回事，但是总是要，所以我的当然计划就是还是要写下去啊。还有继续写。但是下慢我就不要求，就随性的。听音乐如果我有这方面的能力或什么样子，我想过我的第三人生啊。第三人生是那个爱尔兰的教育学家讲的呢，爱尔兰的教育学家凯利的，也讲第三人生的定义，如讲助人嘛，往出人啊，奉献自己，学习再成长。写作的话本来就是一种心灵的成长的东西啊，因为你要不断的阅读，不断的去观察，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提升自我。我相信无论观众朋友有睇看诗，也算有睇写诗嘛。今日涂先生嘅分享感觉大家一听如舒服非常多，你可以搭配伊嘅诗集来看。今日非常感谢涂先生嘅分享。谢谢主持人，多谢各位观众朋友。非常感谢，再好呢，详情了一下听，我谈论先生好好运动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恁今日运动了吗？请放起来，同永清先生来做运动哦。先生今日教大家的是伸展瑜伽，恁准备好了吗？请放起来，同先生来做运动的哦。今家来做暖身运动哦，两只脚请打开来，好，同个肚子舒放来。赶紧帮冲，跳难哦！嗰种上面有人帮你的手嘅伸出，你的腰椎、脊椎要去做延长，舒服夹上来。好，能赶紧对上面看，跳难对下背看。就是片。弯片，更加来加动作，比咧一级棒，用你的下巴对上面施压力，让你的钢筋可以再更加的延展。好，慢慢的跪中间，你的手压高。把你嘅跳拿，对嘅侧边，人家偏会感觉讲不紧。好，再弯片，做停留，一、二、三、四，过来中间。更加嚟同你两只手柄嘅肩条，好做挖钳嘅动作，慢慢嚟做，配合你嘅呼吸，好，伫前面挖，一、二、三、四。好，更加长的树叶高，好，在上面帮冲，弯片，
臀的身体热起来，等下做通总那唔会舒爽哦。好，更加来腰部运动，也会老养强呢。天天的老，尽量不太强一些咯。来弯片。好，更加来做动作嘅哦。来，请立正起后，好，两只手合掌，好，慢慢的顺上去，好，低后背做延展，再过来，再摆起起唔好痛，跳起低后背做顺绳。再试看耐心哦，加油！起起，跳起，低后背，更加来做一个侧弯腰，手尽量绑出来，不是按板哦，按的是错误的哦，请低斜上。好，要偏位感觉，规个绑到，好，我可以刺激你的淋巴，让你的身体循环更好哦。我改善你的冰冷的一个身体弯片。好，再做一摆。我起好来哦，归中间来弯片，好，再来臀两只脚打开来，好起好来，好，感觉起好诶，然后来做一个深蹲，好，我手可以合掌。骨下去，做一个做停留，1、2、3、4、5，好，鼓5秒，好，起上来，踮脚，1、2、3、4、5，好，跪在中间，好，起好来。好，我记得我脚趾头要伸出来，唔可以按你弯弯哦。好，要伸出来，再一摆来，1、2、3、4、5，然后来我数绑长，再做一个伸展，好，再深蹲。做停留，慢慢的放起来。好，更加臀束放下来，来臀的脚伸出去。慢慢的低前面，伸出你的手，好，背拢打侧，好，慢慢的下去，再过来，好，慢慢的下去，看你辛苦瞄动的脚趾头，可以发一步一步，
瞄到嘅腳掌，瞄到天內。来弯片，慢慢地放起來，過來中間，再擺，一鋪一鋪，腳切條，再下來，腳掌到天內。来弯片，慢慢地放起來，過來中間，再擺，一鋪一鋪，腳切條，再下來，腳掌到天內，可以發，按下來，從個條拿輕鬆靠近嘅腳切條，唔可以唔怕，間碌按下都可以。好，可以，你可以省一些。慢慢地，一節一節放來，歸中間。好來彎片，瞄到腳切條，像爬樓梯一樣誒，樣誒。天內下，條拿，用個腳切條，做停留。慢慢地，一節節身體一節節放起來，企穩歸中間，好，開始。跳起，基本的動作，學會了嗎？好好運動，還能下次弄得了。